Alan Bean 坐喺阿波羅12號用嚟登陸月球嘅駕駛艙入面，透過一套裝置望出去外太空，望望下佢見到有啲細細粒嘅光，正係一路咁樣向住太空嗰邊飛咗出去，有一啲都飛得幾快下嘅。阿 Bean 一開始都喺度估啊，會唔會只係架船本身排水嗰套系統整出嚟嘅一啲嘢嚟嘅呢？但佢再睇多陣之後呢，佢就講咗一句都幾得意嘅説話㗎。佢就係話啦，有啲睇落好似正係喺度離開緊月球喎。咁呢一段對話發生喺1969年阿波羅12號執行任務期間嘅。50年之後，去到依家2026年，美國政府竟然將呢一段嘅通訊記錄重新攞翻出嚟，放入一個專門公開嘅 UAP 資料嘅官方系統入面。大家好，我係 Chris， 歡迎翻嚟 Chris File。當其時啊，阿波羅12號已經去到月球噶啦，阿 Bean 就係負責駕駛嗰架飛行器嘅太空人。佢當其時用緊嗰一套嘅裝置，係俾太空人喺駕駛艙入面向外太空觀察同埋定位嘅。阿 Bean 望緊月球比較黑嗰一邊，跟住就開始見到一啲發光嘅細細粒嘅嘢飛過。佢話有啲由後面飛出嚟嘅，再一路向出面咁樣飄。佢第一時間就喺度諗啦，呢啲嘢會唔會同架船本身係有關嘅呢？因為架船本身有一套會將水排出去嘅系統，所以阿 Bean當其時都懷疑啊，會唔會只係有啲冰或者其他濕碎嘢由架船咁樣排咗出去呢？然之後俾陽光照射到，先至睇落去會發光嘅啫。但佢望住其中一啲嘅光點嗰陣時候呢，佢覺得佢哋飛出去嘅方向同埋個速度又有啲奇怪，所以先至講咗頭先嗰一句，有一啲嘢好似淨係喺度離開月球啊。不過就咁聽呢一句，我都覺得真係幾正啊！阿波羅12號呢一段嘅記錄最有意思嘅地方，唔係太空人見到飛船，而係一段本來已經擺咗50幾年嘅阿波羅任務對話，點解要去到2026年會突然之間被美國政府重新揀翻出嚟放入 UAP 資料庫入面呢？而同呢一段通訊嘅記錄一齊放埋入資料庫嘅，仲唔單止呢一段對話喎。阿波羅12號一共有7份同呢一件事件有關嘅資料，包括一段任務之後嘅醫療錄音啦，同埋5張當年喺月球影落嚟嘅相。嗰段醫療錄音入面呢，3個太空人亦都有講過，自己一合埋對眼準備瞓覺嗰陣時候呢，就會見到一啲閃光噶啦。And I saw them in both eyes, either eye, and I can't remember if there was one that was more predominant than the other. But I agree with Pete, it's a phenomenon that you're not seeing with both eyes. It's not something external to you, it's something that's inside. 不過呢一樣嘢，NASA 後嚟就有另外一個解釋嘅。佢話呢啲光都只係發生喺太空人自己嘅視覺系統入面嘅啫，同宇宙射線係有關係嘅，唔係窗外面真係有啲我哋想要嘅嘢飛過咯。不過你哋都知啦 ，NASA 對好多呢一類現象啊，都有自己嘅一套解釋㗎嘛。嗰套解釋咧，真係令你好吹脹嗰種咧。嗰5張相就唔係咁講法啦，佢哋係有啲唔同嘅，因為嗰5張相都係阿波羅12號當年真正影落嚟嘅月球相嚟，而家又俾官方特登抽翻出嚟，逐張放入 UAP 嘅相關資料庫入邊。嗰5張相到底影咗啲咩出嚟呢？大家都應該睇到嗰幾張相俾官方特別咁樣框住咗出嚟，嗰幾粒細細嘅光點。但係有一樣嘢要補充翻嘅呢，官方公開呢一批相嘅時候呢，並冇話嗰啲嘅光點係啲乜嘢嚟嘅，可能係舊菲林本身嘅塵或者一啲嘅瑕疵啦，亦都可能係後嚟嘅數碼化嘅影像先至睇得清清楚楚嗰樣嘢嘅痕跡嚟。但係呢啲嘅可能性呢，官方呢本身
都冇落過任何嘅結論嘅。3年之後，即係喺1972年12月，阿波羅17號就開始出發啦。直到今一日，佢呢一次仍然係人類最近嘅一次真正有人登陸月球表面嘅任務嚟。不過今次講呢一單嘢呢，都仲未去到月球嘅。阿波羅17號離開地球之後，飛緊去月球嗰陣時候呢，3個太空人開始見到架船出面有啲細細粒嘅光，而呢一段對話去到2026年又被重新攞翻出嚟講，仲有當其時原聲可以聽得翻嘅添。3個太空人一路望住外太空，一路係咁樣形容嘅。喂，呢啲都幾光下喎。睇落唔係圓嘅，係有角嘅。喂，你睇下嗰啲仲會閃嘅。There's a whole bunch of big ones on my window down there. Just bright. Looks like the 4th of July out Ron's window. Yeah, now you can see some of them in shape. They're very jagged, angular fragments that are tumbling. 但係佢哋第一時間都冇諗到話咩嘅 UFO 嚟，反而自己一路喺度估。不過佢哋仲留意到一樣嘢喎，大部分嘅碎片都係慢慢咁樣飄嘅，但間中會有一件突然之間以一個好明顯、好快嘅速度喺個窗邊前面飛過。Every once in a while, a fragment of considerably higher velocity than the others goes across my window, but that's very rare. 會唔會係嗰啲太空船嘅油漆嗰啲碎嚟嘅呢？定係嗰啲冰粒嚟嘅呢？又或者係附近已經分離咗嘅火箭某一部分甩出嚟嘅嘢嚟嘅呢？ Roger, I got you. We're all ears on these fragments. Do you think you can figure out what they might be? Well, you know, I don't know. There are a number of possibilities. If you had some kind of a, I got the impression maybe they were curved a little bit, as if they might be off the side of the S4B. That's a wild guess. KRCS logic is ice chunks, possibly. Maybe there's paint coming off of it. 成段原聲大約4分半鐘，最得意嘅呢就係嗰3個太空人由頭到尾都冇驚過，反而好似趴喺窗邊咁樣一路睇就一路研究嗰啲嘢點樣去飛。到2026年重新公開嘅阿波羅17號資料入面，仲有另外一樣嘢嘅，嗰樣嘢就係一張1972年喺月球影落嚟嘅相，而官方呢對嗰張相嘅描述都直接寫住咗，相入面有3粒細細粒嘅點，而呢3粒嘅點呢咁啱算呢又排成咗一個三角形喎。依家咧真正令到呢一張相變得有趣味嘅咧，就係喺50年之後發生嘅事啊！因為美國政府唔係淨係將佢公開咗咁簡單，佢哋真係為咗呢一張嘅阿波羅17號嘅相開咗一個 case 去查喎。而調查嘅初期咧，唔同嘅部門對相入邊嗰3個點究竟係啲乜嘢嚟嘅咧，佢哋都冇真正嘅答案。至於佢哋做咗下一步嘅咧，就係直接揾翻阿波羅17號當年影呢一張相嘅原始菲林，即係1972年嗰陣時候啊，真正帶翻地球嗰批菲林，再交翻俾 NASA 同相關嘅部門繼續去分析。而初步分析入面咧，仲有一句都幾值得留意下嘅，佢哋認為啊，相入面嗰3個點有可能喺拍攝現場某一種實體嘅嘢造成嘅，即係我咁諗，可能係真係有3粒唔同嘅物體，又或真係三角形嘅物體，佢每一個角嘅一盞燈嚟嘅，咁都幾得意下嘅。過咗50年，依家又話要攞翻個菲林出嚟去研究喎，而佢哋都表明咗啦，等 NASA 同埋相關嘅部門分析完之後，再完整去公開呢一個結果嘅。咁而家嗰個結果有未呢？我再揾翻最新嗰批資料啊，即係去到2026年8月7日已經公開咗嗰個第5批嘅文件入面呢，暫時都未揾到呢一張阿波羅17號相關嘅完整分析結果公佈出嚟。但係阿波羅17號今一次重新公開嘅資料入面啊，仲有第2樣嘢都幾值得聽下嘅，就係2段太空人完成任務翻到地球之後咧，接受醫療嘅訪問啦嘅原聲錄音入面，而喺入面佢哋講到啊，其中同我哋嘅啱啱先所講嘅阿波羅12號嗰段嘅醫療錄音咧係同一個現象喎，
就係太空人合埋隻眼之後咧，眼前突然之間會出現一下一下咁樣嘅嗰啲閃光啦。而 Smith 之後喺技術嘅訪問入面，仲曾經講過啊，成個旅程入面，只要佢對眼適應咗黑暗嘅環境咧，呢啲嘅閃光基本上一路都會出現嘅。有一次都仲幾搞鬼嘅，佢話突然之間見到一下嘅光，第一時間咧仲以為係月球表面閃咗一下喎。但係阿波羅17號嗰一次，其實 NASA 一早都已經準備咗一個實驗㗎啦，專登係用嚟研究呢一樣嘢嘅。佢哋整咗嗰件嘢咧，好似個頭罩咁樣嘅儀器啊，叫做 ALFMED， 個名其實都唔使點理佢啊。簡單啲嚟講，就係太空人帶住呢一件嘢，自己一路留意幾時會見到嗰啲閃光，而嗰部機就會同時間記錄有冇宇宙嘅射線粒子經過㗎啦，即係想睇下兩樣嘢究竟係咪有關係嘅。點知有一次3個太空人蒙住對眼做咗成個鐘頭嘅呢啲實驗咧，竟然一下個閃光都冇見過喎。但去到之後嗰一晚咧，阿 Smith 又話嗰啲嘅閃光翻嚟揾佢喎，而NASA 後嚟將阿波羅嘅15、16、17呢幾次嘅任務嘅資料擺埋一齊去研究啦。阿波羅17號嗰次嘅實驗咧，總共記錄到17次呢啲咁嘅閃光。研究人員睇翻儀器入面記錄宇宙射線嘅物料咧，真係揾到有宇宙射線穿過對眼嘅時間，同埋太空人報告見到閃光嘅時間係吻合嘅喎。所以呢一種合埋眼都見到光嘅情況咧，後嚟就慢慢咁樣就揾到原因啦。原來高能量嘅宇宙射線粒子穿過太空人個頭同對眼嗰陣時候咧，真係可以令佢哋感覺到眼前突然間會閃一下嘅。而呢一樣嘢咧，由阿波羅12講到去阿波羅17，NASA 仲真係專登整咗件儀器上去太空去研究啊。不過講到月球啊，幾十年嚟最多傳聞嘅地方，其實一直都唔係我哋望得到嗰一面啊，而係我哋望唔到嗰一面啊嘛，就係月球背面啦。咁講到月球嘅背後啦，咁就要講下喺1969年嘅5月啊，即係阿波羅10號飛到去月球呢一次嘅任務，其實都幾癲嘅，因為佢基本上咧就係為咗阿波羅11號正式登月之前做一次嘅 rehearsal 嚟。除咗真係落咗地之外咧，差唔多成套登月嘅程序都要試一次嘅。當時嘅3個太空人分別就係 Thomas 啦、Shannon 啦同埋阿 John。去到月球附近之後咧，Thomas 同 Shannon 咧就會坐喺登月艙嗰度嘅，而阿 John 咧就自己一個咁樣留守喺指揮艙嗰度。佢哋兩 part 咧就分開做嘢嘅。Thomas 佢哋咧一路揸住架登月艙就飛咗落去月球嘅表面，最低咧就去到大約14公里左右嘅啫，但咧就唔會話係真係降落嘅。試完晒成套程序之後咧，再飛翻上去同阿 John佢哋去會合噶啦。而成件怪事咧就係喺佢哋飛到月球背面嗰段嘅時間發生嘅，因為當其時太空船去到月球嘅背面咧，成個月球就會擋住喺太空船同埋地球嘅中間，所以嗰段嘅時間啊，佢哋同阿 John 嘅無線電通訊咧就會暫時斷開噶啦。而呢一個本身都係正常嘅，因為喺任務之前大家都會知道會有呢一段失聯嘅時間嘅，但就係同地球斷咗聯絡之後咧，佢哋耳機入面突然間多咗一把聲，唔係有人講嘢，亦唔係沙沙咁樣兩聲就冇咗，係一種有音調嘅聲音嚟，聽落就好似有人一路吹緊口哨咁樣。Shannon 就聽咗一陣之後，就開始問另外嗰兩個人啦：喂，你哋聽唔聽到啊？跟住佢用咗一種都幾特別嘅嘢嚟去形容啊，佢就話 Outer Space-Time Music， 即係聽落好似一種太空嘅音樂。Like, outer space-time music. 而阿 John 都聽得到喎，Thomas 亦都有回應翻，即係話唔係得一個人突然間聽錯，3個人真係一路喺通訊入面講緊嘅同一把奇怪嘅聲嚟。而呢一段對話咧，直到今一日都係有錄低落嚟嘅。但係成件事唔係話講完一句就算數喎。過咗一陣之後咧，Shannon又再提翻，佢話嗰啲 music 咧真係
係幾怪嘅。跟住阿 John 就講咗一句，後嚟佢所講嘅咧，幾乎成為成單阿波羅10號月球音樂最出名嗰句啦，就 Nobody will believe us， 冇人會信我哋嘅。呢一句真係好正嘅。你諗下當其時嘅環境，3個人喺月球嘅背面啊，同地球失聯，耳機又突然間出現一種好古怪嘅口哨聲，仲要3個人都聽得到。跟住其中一個咧就再講啦，冇人信我哋喎。所以後嚟呢一單嘢越傳都越神奇嘅，一啲都唔出奇啊。不過睇翻完整嘅對話記錄入面咧，3個人當其時又唔係話嚇到停晒手嘅，佢哋係一邊聽住把聲就一邊都做緊任務嘅，做緊呢個雷達啦、電池啦、飛行程序啦，全部都照做啊！阿 John 當其時仲自己喺度估啊，把聲會唔會係同2架太空船之間嘅radio 係有關嘅咧？Shannon 咧聽完之後咧，亦都冇話即刻話唔係嘅，所以無線電嘅干擾咧呢一方面唔係幾十年之後 NASA 突然拎翻出嚟講嘅。當晚阿 John 自己都有咁樣諗過，但奇就奇在把聲之後又再出現翻喎。Shannon 咧再次講翻嗰啲 music 咧，佢就用咗 Evil music 呢種嘢嚟形容啊，即係帶有少少古怪，令人覺得好唔舒服嘅音樂嚟。阿 John 咧又話自己都有聽到喎，而3個人之後咧仲真係傾過，究竟要唔要將呢一件事講翻俾地球嗰邊知道咧？所以後嚟喺網上面成日都見到嗰句咧，就係話阿波羅10號嘅太空人喺月球背面聽到嘅神秘音樂，仲討論緊應唔應該話翻俾 NASA 知。呢個故事嘅骨幹咧，其實就唔係完全後嚟嘅人作出嚟嘅。當年咧就真係有呢一類嘅對話，但真正令成件事隔咗幾十年之後，突然間又爆翻出嚟嘅咧，就要去到2016年啦。嗰個年代啊，有電視節目重新拎翻阿波羅10號呢一段嘅錄音出嚟講嘅，跟住新聞啦、網站啦、UFO 嘅討論區啦，一齊咁翻炒翻呢一段對話出嚟。個故事咧就慢慢演變成阿波羅10號3個太空人喺月球嘅背面聽到一種神秘嘅太空音樂。NASA 仲將呢一段嘅錄音收埋咗幾十年添，到最後先至解密翻出嚟，再傳落去，連個名都有埋啦，就將嗰段音樂咧就叫做 Alien Music， 即係外星音樂啦。而2016年嗰一輪啊，報道入面仲揾咗另外一個嘅阿波羅太空人 Al Worden 出嚟講，佢本身就唔係話阿波羅10嘅成員入面嚟嘅，但佢就覺得阿波羅嘅太空人每日咧坐喺架飛船入面，正常都應該聽到啲咩嘅聲，其實都好熟噶啦。如果連佢哋都特登將一把聲拎出嚟講嘅咧，咁至少當其時對於佢哋嚟講，嗰把聲就真係有啲唔同嘅。再加埋嗰句 Nobody will believe us， 成件事咧就自然越傳就越似一個 NASA 收埋咗幾十年嘅月球秘密嚟嘅。有一樣嘢要分翻開，阿波羅10號呢一批嘅錄音同埋文字嘅記錄咧，唔係去到2016年先突然之間話解密嘅，相關嘅資料其實喺好多年之前已經可以查得到㗎啦。只不過以前係冇 internet 啦，大量好舊嘅任務錄音亦都冇被數碼化啦，去到後嚟先至慢慢將呢啲舊嘅錄音搬翻上網嘅啫。所以2016年真正發生嘅唔係 NASA 突然之間打開一個封印咗40年嘅秘密檔案，而係一段本身已經係存在咗好多年嘅阿波羅錄音，突然間俾電視節目重新挖翻出嚟，跟住成個 internet 一齊爆。而 Shannon 後嚟再講翻呢一件事嗰陣時候，佢自己其實都冇將嗰把聲講到好神秘㗎，佢估計就係無線電干擾嚟咯。如果當其時3個人真係覺得件事非常之嚴重，翻到地球之後自然會正式提出，但係最後都冇追落去，而話係關 radio interface 呢個解釋咧，技術上亦有佢嘅道理嘅，因為2個艙分開咗，佢哋本身就要靠呢一個嘅 radio 嘅系統嘅互相通訊㗎嘛，2套嘅無線電信號互相干擾係有可能係整出嗰種帶音樂嘅口哨聲。但係阿波羅10號呢一單嘢去到今一日都仲有人講咧，原因都好簡單，因為嗰把聲真係有3個太空人真係聽過。而月球嘅背面流傳咗咁多年嘅故事，當然都唔止一把聲，因為以下落嚟嘅人佢所講嘅唔係聲，佢係話係張相入面見到嘢。
而呢一批相呢，就係一個叫做 Carl Wolf 嘅人話自己喺1960年代親眼見過嘅。當其時佢喺美軍空軍做嘢嘅，主要係負責維修一啲精密嘅電子同埋攝影設備。佢駐守嘅地方喺美國維珍尼亞州一個叫做 Lenny Air Force Base 嘅空軍基地，而且因為佢嘅工作關係咧，當其時係有資格去接觸一啲高度嘅機密資料嘅。有一日，佢嘅上司突然間叫佢去另外一個地方嗰度幫手，原因嗰邊有部處理相嘅機器壞咗，需要揾一個識得整呢一類設備嘅人過去，所以佢咧就咁樣被派咗過去啦。上司同佢講，嗰個地方係美國國家嘅安全局 NSA 嘅一個設施嚟，但佢話佢嗰陣時連 NSA 係乜嘢都唔係好清楚，第一時間仲以為佢上司講緊嘅係 NASA。去到之後佢先至發現啊，嗰度其中一樣嘅工作就係將月球探測器傳翻嚟地球嘅相做處理分析嘅。不過佢一入到去咧，首先令佢覺得有啲奇奇怪怪嘅嘢，唔係月球嘅相喎，係入邊嗰班人啊。佢話嗰度有唔少着住便服嘅人，有啲身邊仲帶住一啲翻譯員嘅，每個人嘅身上面咧都有證件，但成個地方都係靜英英嘅，啲人咧亦都冇咩點樣去傾偈，個個咧神情都幾嚴肅下嘅。佢當其時只係喺度整機，所以都冇理到咁多嘢啦。之後就有人帶佢去到一間房，專門係處理攝影同埋影像設備嘅實驗室嚟。入面仲有一個美國空軍人喺度。Wolf 本身諗住整翻好部機，搞掂就走人啦。但整下咧，嗰個空軍嘅人員突然間帶佢行去實驗室嘅另外一邊，嗰邊擺住一大批月球嘅相，而且唔係普通一張起兩張紙咁簡單，係將好多張月面嘅相一張一張咁拼埋一齊，整成一大片月球表面嘅圖，咁樣就可以一次過睇清楚一大片嘅月球地形究竟係點樣。跟住嗰個人突然之間同阿 Wolf 講咗一句：我哋發現咗一個基地啊，就喺月球嘅背面。Wolf 聽完之後，第一個反應係邊個㗎？因為嗰陣時仲係冷戰嘅年代，如果真係月球見到一個基地，第一時間梗係諗係咪美國定係蘇聯整㗎？但嗰個人冇回答佢喎，冇話係美國定係蘇聯，只係再同佢講咗一句：月球嘅背面真係有一個基地。跟住佢就將嗰一批相指俾阿 Wolf 睇啦。Wolf 後嚟講翻，相入面見到一啲好工整嘅幾何形狀，有啲似塔，有啲似係圓頂嘅建築物，仲有一啲咧睇落好似大型雷達嘅天線嗰隻碟。但最誇張係佢形容嗰啲嘢嘅尺寸，佢話其中一啲嘅結構大到接近半英里，即係差唔多800米，即係唔係一間普通建築物嗰種大細啊，而係喺好遠嘅地方望過去，你都會應該好容易見到佢嘅巨型結構。而嗰批相又唔係真真正正由上面咁樣垂直影落去嘅，係帶住角度咁樣影過去。所以佢話佢仲見到嗰啲嘅結構旁邊係有影嘅，就係因為連影都有，先至令佢覺得相入面嗰啲嘢唔似純粹係月球表面一啲普通嘅紋理嘢嚟。佢反而唔敢再睇落去，唔係因為佢驚月球上面嗰啲嘢啊，係佢突然間諗起自己好似知道咗一啲唔應該知道嘅嘢咁樣。因為軍方嘅秘密唔係話你有資格接觸機密資料就代表入面咩都俾你睇，你負責邊一部分嘅嘢就只會俾翻你知道嗰部分嘅嘢。而眼前嗰名嘅空軍人員咧，擺明就已經將一樣本來同阿 Wolf 工作完全都唔相關嘅嘢直接講咗俾佢聽。Wolf 話嗰刻佢嘅心入邊喺度諗，如果依家突然間有人行入嚟，見到我哋兩個企喺度睇呢一批相，咁就大領落啦。所以佢冇拎走任何嘅一張相，冇抄低任何嘅資料，亦都冇再慢慢逐張咁樣去睇。整翻好部機之後咧，佢就離開咗嗰笪地方啦。但翻到屋企嗰陣時候咧，佢仲喺度諗緊一樣嘢啊。佢覺得今晚嘅新聞都應該會播啦啩。人類真係發現月球嘅背面有一個基地，咁大件事啊，點可以唔上新聞呢？結果嗰晚
真係冇喎，第二日又冇喎，之後一個星期都冇啦，慢慢咁樣一年過去，一樣都係冇嘅。件事就係咁樣靜咗30幾年啦，直至去到2001年嘅5月9號啊，Wolf 去到華盛頓嘅全國新聞俱樂部參加一場叫做揭密計劃嘅公開活動。就喺嗰一度，佢第一次公開將自己當年點樣去到嗰個地方，點樣見到嗰批月球嘅相，同埋嗰個軍人點樣同佢講月球背面有基地，成件事原原本本咁樣講翻晒出嚟。而佢當時仲話，如果美國國會願意為呢一壇嘢舉行正式嘅聽證會呢，佢願意去到國會宣誓之後再講多一次。不過呢一單嘢有一個時間位嘅，我哋查翻之後就好似唔係好啱時間咁樣。Wolf 記憶入面啊，件事大約係發生喺1965年中嘅，但 NASA 第一架月球軌道嘅探測器咧，其實係去到1966年8月先正式升空嘅。所以如果 Wolf 當日見到嘅真係探測器傳翻嚟地球嗰一批相，咁佢記住嘅年份好似相差咗大約1年喎。不過另外一方面咧，佢形容嗰種處理照片嘅方式咧，當年又真係存在過嘅。嗰個年代嘅月球探測器將好大量嘅月球相傳翻嚟地球之後，地面嘅工作人員將嗰啲相開始做處理、放大，再一幅一幅咁樣去拼埋，整成好大範圍嘅月球地形圖。而幾次月球軌道嘅探測器啊，任務完成咗之後，人類已經影到月球絕大部分嘅表面，佢冇攞走，亦都冇留低副本。所以我哋今一日真正有嘅就係佢多年之後親口將呢一段嘅經歷公開講翻出嚟。但月球背面有基地呢一個故事，就由2001年一路咁樣去傳落去。而更加搞鬼嘅就係再過多20年之後，即係去到2026年啊，又有一個曾經參與美國國防部 UAP 相關嘅工作人員，突然間講翻月球上面有一啲好巨大型嘅結構，佢今次用嘅字咧係巨型石碑狀嘅結構嚟。去到2026年嘅7月，有一個人叫做 Elizondo， 佢以前參加過美國國防部 UAP 嘅相關工作。佢喺一個公開嘅節目入面曾經講咗一樣好爆嘅嘢，佢話自己見過一批未公開過嘅月球相，相入面仲見到一啲好巨大嘅直立結構，佢形容係好似巨型石碑咁嘅樣，而且某一啲位置仲見到非常之工整嘅直角切割。問題又嚟啦，相呢位到而家Elizondo講嗰批相都仲未公開，而 NASA 嘅回應話手頭上嘅月球資料入面呢，根本上就冇見過啲乜嘢嘅直立嘅石碑嘅。其實咁樣都只係月球傳聞名單上面再加多一單嘅啫。但好搞鬼嘅係呢，Elizondo講完呢件事唔夠1個月呢，真係有一件幾噸重嘅人造物體正係向住月球撞咗落去嘅。而今次嘅主角咧就係 SpaceX 啦。佢喺2026年嘅8月5號啊，一支用完嘅火箭上級，以差唔多每小時8700公里嘅速度直接撞落咗月球。撞完之後咧，南韓嗰架月球嘅探測器啊，真係影到月球表面多咗一個新嘅撞擊坑。但都係由呢一度開始，外國各大嘅討論區都變晒啦。因為近呢幾年啊，無論邊一個論壇都好啦，甚至一啲專門炒美股同埋太空科技嘅投資版面咧，都有一個講法，越嚟越多人討論嘅。佢話下一輪登月嘅競賽根本唔係為咗啲咩全人類嘅榮耀啊，亦都唔係爭邊一個踩上去先，而係邊一個最早喺月球搶到資源、水冰、月壤入面嘅稀有金屬，甚至全世界最渴望嘅終極能源啊，氦三，甚至有投資嘅討論區直接講明啊，邊一個掌握咗月球嘅資源呢？邊一個就控制咗未來幾百年嚟嘅太空經濟。而真正令網上嗰班陰謀論支持者興奮到拳頭都硬晒嘅呢，就係今一次撞落月球嗰支火箭嘅真正身份。呢支編號係2025年 -010D 嘅火箭，喺2025年1月升空嗰陣時候，就係送 Blue Ghost 登陸器上月球，而 Blue Ghost 上面
帶住嘅 NASA 科研儀器，其中最核心嘅兩支技術就係咩呢？一樣係鑽入月球表面嘅深處，另一樣即場抽起同埋收集月球土壤。咁網上陰謀論嗰班人就開始將啲線索一條一條咁樣拉埋一齊啦。如果人類台底下一早已經準備緊喺月球鑽地採樣，研究點樣攞資源，咁點解咁啱得咁巧？幾個月之後，一支幾噸重嘅火箭會以每小時近9000公里嘅速度意外撞落咗月球嘅呢？係唔係純粹太空垃圾失控咁簡單呢？定係呢一下嘅撞擊根本就係一場精心策劃、免費送上門嘅動能資源探測實驗嚟呢？要探測月球地底入面有啲乜嘢，平時要慢慢轉，但如果用幾噸重嘅金屬高速咁樣撞落去，成個地層嘅物質會即刻俾成批炸上半空。到其時，地球同太空所有嘅望遠鏡只要一對準嘅啫，就可以即刻用光譜分析嗰團塵入面有啲乜嘢嘅珍貴成分。事實上呢，撞擊發生之後啊，智利嗰支望遠鏡啊，真係即刻喺升起嗰團塵入面呢，驗到有鈉同鋰喎。有人話今一日用撞擊炸月洋，下一步送儀器去轉，再下一步就係真正嘅月球採礦。而呢一件事最癲嘅地方呢，就係月球採礦呢4個字本身根本都唔係秘密嚟嘅。NASA 官方一早就大個字寫出嚟，佢哋有個公開嘅計劃，就叫做 PRIME-1，全名呢就直頭叫做極地資源冰層採礦實驗。所以成個陰謀論最令人覺得有問題嘅呢，唔係人類會唔會去月球採礦啊，因為呢一樣嘢全世界一早都係做緊嘅。大家真正懷疑嘅係嗰支撞落月球嘅 SpaceX 火箭，官方話佢係燃料用盡之後受引力拉扯而發生嘅非刻意撞擊，但會唔會係一班頂級嘅科學家同私人太空巨頭嘅眼中，由佢脫離軌道嗰一刻開始就已經決定咗要將呢一下嘅撞擊剩餘嘅價值炸到乾乾淨淨呢？由1969年阿波羅10號聽到月球背面嘅音樂，到話有人喺月球嘅相入面見到一啲不可思議嘅石碑或者係建築物，到而家2026年真正撞落月球嘅 SpaceX 火箭，月球呢一個地方最吸引人嘅可能就係每當一個嘅傳聞好似講完嗰一下，下一件真正發生嘅事又會好自然咁樣俾人去接落去㗎啦。Chris Philo 今集就講到呢一度，拜拜。